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关于人工智能创业。最近人工智能特别火，尤其是 DeepSeek 掀起了一个浪潮，从国内到国外，尤其是杭州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开始鼓吹这个杭州六小龙，所以掀起了一股人工智能热。那么不可避免接下来就有一波人工智能的创业，因为气氛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凤凰网财经有一篇文章说，顶流 AI 神话一夜翻车，学霸 CEO 卖房填坑遭全网扒。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2025年2月初的上海徐汇西岸什么塔楼下一副讨薪横幅，什么横幅叫周建还钱，蓝马欠薪，也显然有一群人在那儿维权要工资，这个撕开了 AI 创业的华丽外衣。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它是怎么报道的。当然它是转发什么极速财讯一篇文章，叫周建还钱，大概是这个老板叫周建吧，蓝马欠薪。2025年2月初的上海徐汇西岸至塔楼下一幅讨薪横幅，撕开了 AI 创业的华丽的外衣。这一幕将曾顶着李开复关门弟子的 ACM 世界冠军光环的周建和他的明星 AI 公司蓝马科技推向了舆论漩涡。从2023年高调融资数千万元的行业黑马，到如今裁员欠薪，创始人卖房填坑，蓝马科技的崩塌如同一场 AI 创业的剧本杀，情节反转之快令人唏嘘。这场冰与火的碰撞撕开了 AI 创业江湖的残酷真相。风口之上，有人乘火箭登月，有人被巨浪吞没。这网上流传着一个横幅，这个横幅是蓝马科技周建陈文渊还我血汗钱，社保公积金，这就是打着横幅讨薪。这文章说，这公司浇灭了我对初创的一切幻想，欠薪的时候就忘了自己是 ACM 世界冠军了。避雷蓝马，避雷交大支持周建积极维权，这公司浇灭了我对初创的一切幻想，决策就像写代码一样随意。被裁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对蓝马科技的激烈的控诉。左明从未想到，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起点竟会以如此惨淡的方式收场。彼时 DeepSeek 凭借大模型技术横扫资本市场，引爆大厂抢人大战，而左明面对的却是漫长的维权之路。2025年1月6号，左明在没有收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收到了一纸解除合同的通知。通知上写着，蓝马科技将在2025年2月、3月、4月分期支付所欠工资。那天，很多被裁员的同事都没有在通知书上签字，大约有15人左右，我们都没有签字，因为我们已经对这家公司失去了所有的信任。我们想要保留申诉的权利。在蓝马科技这段经历成为了左明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大模型赛道如星星般崛起，吸引了无数科技人才。左明也是在这股热潮中加入了这家初创公司蓝马科技。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赛道前景广阔，创始团队来自交通大学，背景扎实，而且还有不错的投资机构支持。那时即便是字节跳动和智谱等巨头尚未推出智能体平台产品。然而说现实总是残酷的，左明在公司工作了仅仅3-4个月，就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蓝马信息下边只剩50人，公司最高峰时也没能超过100人。这次裁员2/3人都离开了。左明告诉极速财讯，2025年1月，蓝马科技已拖欠员工3个月的工资、4个月的社保和5个月的公积金，唯一一次补缴就是在8月的公积金，直到12月才补上。这个左明也不厚道，说看好蓝马科技，你还不如说你没得选择，对吧？你找不到工作，只有这样要人呢，还是实在点好。如果是华为或者腾讯给他一个 offer， 他说这2家我都不去，我就要去蓝马科技，我看好的，那这个另当别论。说肖丽也有着同样的遭遇，他在2025年1月初离职，至今未收到应得的社保和公积金。他告诉极速财讯，从2024年9月开始，公司就没有
为任何一位员工缴纳社保和公积金。他还记得11月30日，蓝马科技创始人周建和他的合伙人召开了全员大会，他们解释了原因，由于一位个人股东去世，投资方无法按时打款。会上有员工询问何时能恢复工资的正常发放，周建的合伙人承诺12月15日会恢复正常，最迟不超过12月30日。然而承诺再次落空，12月30日，员工仍然没有收到工资。据肖丽回忆2025年1月，蓝马科技开始裁员，对于愿意协商解除合同的员工，公司提出了一份补发工资的方案，但离职赔偿金要等到5月才能发放。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协议的员工，公司单方面解除了合同，合同中甚至没有提及补偿金和工资的补发。我们选择了仲裁举报，在徐汇区人社局的协调下，公司答应在2025年7月、8月、9月补发被单方面解除员工的工资。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自2024年9月起，公司就没有为我们缴纳社保和公积金。我们知道公积金的缴纳必须要等到公司发放工资后，劳动仲裁结果出来后才能处理，而这个流程可能需要12个月。我们不禁担忧，届时公司是否还能存在？这是肖丽的疑问。一位曾在蓝马科技武汉分公司工作的员工则表示，武汉公司成立于2023年，但是蓝马科技的全国员工总数也仅有90人左右。针对裁员、欠薪等情况，极速财讯多次拨打蓝马科技相关工商电话，接听员工表示不清楚相关情况。这个蓝马科技到底什么公司呢？这个媒体说高光开局，天才程序员，造梦神话。他说2023年蓝马科技以企业级的 AI 平台为标签横空出世，创始人周建的履历堪称顶配，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拥有计算机专业的本科和硕士学位， ACM 世界冠军，谷歌算法什么核心代码访问者，依图科技10号员工等，这个光环非常多。他带着用 AI 链接人与系统的野心，宣称能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定制企业级智能体，甚至为市监局、保险公司打造了法律问答、销售培训等标杆案例。彼时的资本盛宴震撼。2023年8月 ，IDG、联鑫资本等机构豪掷数千万元 A 轮融资，图灵创投和长丰恒创投等投资方也参与了此次投资。上海徐汇区政府将其列为重点扶持项目。周建更在发布会上预言专家知识数字化才是 AI 制胜之持。一时间，蓝马被视为中国版 AutoGPT 的希望，也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出生就是高光时刻，各种知名机构对他进行投资。但是好景不长，这半年都不到。然而，光速膨胀的泡沫在2024年戛然而止。这位技术极客在管理上遭遇滑铁卢。肖丽对极速财讯称，周建我们的老板总是自负地提起他的 ACM 世界冠军头衔，他的刚愎自用让公司的管理一片混乱。有员工透露，公司内部决策像写代码一样随性，那就是很随意。自2024年10月起，公司停止发放薪资和社保，员工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合着这第一轮融资那么多知名机构的投资，合着就坚持了1年都不到，钱就烧完了吗？开始欠社保、欠工资。一位被欠薪的员工讽刺道，我们加入时连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都未能成功开发的产品，但最终我们却成了踩雷的牺牲品。总之他们开发的这个产品没有办法这个叫市场化。周建本人也承认，这是我管理上失误。蓝马科技的致命弱点在于什么？它这个产品的超前困境，在企业级应用场景中，大模型理解力不足，客户评估体系缺失，使得产品难以实现规模化盈利。更有行业人士直言不讳说，该产品就像元宇宙，听起来很美，但难以转化为实际收入。自去年10月28日起，蓝马科技公众号便停止了更新。对此，蓝马科技创始人兼 CEO 周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元旦期间公司可能进行了一些收缩，实施了一些裁员，他们也安排了后续的赔偿。可能员工们情绪比较激动，实际上我们已经支付了2/3的赔偿资金。目前公司还保留了大约20名员工。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融资上。周建强调，公司正在寻求被并购的机会，产品没有差异性，融不到新钱，客户买单意愿不强。一位上海的风险投资人士向极速财讯解析了蓝马科技走向困境可能涉及的内情。这个
媒体说 AI 创业启示录，风口上的猪如何避免摔死，这个恐怕是我们今天也聊的重点。前面说的都是这个企业背景光环，为什么失败，最后员工为什么要维权，员工、公司、创始人一起陷入绝境或者叫困境，陷入困境以后，这各种矛盾就都浮出水面，这些没什么好聊的。主要是说这个 AI 创业启示录就是风口上的猪如何避免被摔死。那现在正好是 AI 最火的时候，有地方政府，你比如南京、深圳、合肥，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反思，一反思他肯定就要把这种要发展 AI 人工智能当做一个产业，当做一个抓手，那接下来就要鼓励创业，还要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别人去创业啊。所以你不能不说这是个风口。那遇到这个风口，那猪怎么样避免被摔死？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猪？不做这个猪，你就摔不死。所以我们看这文章怎么说的啊？他说，作为在 AI Agent 什么赛道率先入局的科技公司，蓝马科技曾以企业级的整个平台为卖点，宣称能用大模型接入人鱼系统，优化金融审核、招聘等场景。然而，超前概念难敌现实挑战，未能转化为稳定的现金流。左明向极速财讯透露啊，说具体的金额欠薪无人知晓，因为公司从未对员工公开，不算社保和公积金。蓝马科技至少欠员工800万薪资，这是基于每月200万的工资支出估算的。面对数百万的薪资缺口，周建对外声称通过抵押房产来自救，甚至卖掉了房子来偿还员工的薪资，已支付了2/3的赔偿。但员工对此表示怀疑，剩余的资金从何而来？并购真的能救活一个空壳公司吗？左明向极速财讯反驳道，这些都是周建用来敷衍大家的说辞。如果真的卖房自救，为何至今还有这么多人未能拿到赔偿？这个确实让人心寒。创业的人满怀一腔热血，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你指望别人理解你，没有人会理解你。我把我房子都卖掉了，那别人还是无法给你共情。我们既要看到马云、马化腾、什么梁永峰、张一鸣，要看到这些人成功，但是我们更要想一想，一个张一鸣后面，每一个梁永峰后面，恐怕是上万个倒下去的人，没有人会理解他，没有人会同情他们，都是你活该。你卖房子、卖地、卖车，你得把这个欠的钱给还上。所以创业是最残酷的，更残酷的是资本早已悄然撤退。根据青科创业旗下青科研究中心统计，2024年 VCPE 支持的中期 IPO 总量创10年新低，不及去年的一半。你看又扯到咱们的沪市了，因为咱们的沪市长梗阻，这二级市场 IPO 停了嘛，相当于停了。你二级市场一停，一级市场它就不通畅，那一风投投下去之后，它出不来，它就不投。说这个经纬创投张颖早年间的忠告或许值得思考，说科技公司需持续融资，而非临时抱佛脚，创始人更需在理想与现实间划清底线。创业者倾家荡产式自救常徒劳无功，留不住公司，至少保留东山再起的资本。蓝马科技的崩溃并非孤立，说纵目科技一家估值达90亿的公司，其高管卷款潜逃，导致超过700名员工陷入讨薪无门的困境，印证了 AI 赛道虚火下的生存危机。同样被誉为曲面屏先驱的柔宇科技，尽管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却因市场推广不力、产品销售低迷以及战略决策失误，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被迫破产清算。周建曾预言大厂会吃掉清晰定义的创业机会，却未料到自身成了预言中的牺牲品。当资本退潮，巨头碾压，创业者或许更需思考如何平衡技术理想与商业现实。蓝马科技的故事则是 AI 狂热时代的一剂清醒药，它提醒人们，再耀眼的明星光环也可能被冰冷的资金链击碎，这暴露出创业江湖的冰冷法则。再炫酷的概念也需经得起商业化的996拷打，再天才的大脑也扛不住资金链的致命404。当潮水退去，或许只有真正扎根场景、敬畏管理的玩家才能穿越周期，等来下一个 GPT 时刻。这个就是凤凰财经报道的关于 AI 创业的故事。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话题？实际上接下来恐怕难免要掀起一股 AI 创业热，各个地方政府都要加大这方面力度。你就冲 DeepSeek 现在要接入各地的政务系统，刮起了旋风，各个地方政府都已经要求公务员要会用 DeepSeek， 要部署这个 DeepSeek。那围绕这些人工智能创业，那肯定是非常多。所以这里面作为一个创过业的，不止一次创业的，我也融过资，所以来谈一谈人工智能创业。这不光是对创业的人，还对求职的人一样，都是值得思考。首先，如果你要创业，你一定要想清楚，创
创业是九死一生，对吧？我们不能光看见马云、刘强东，对吧？这些是叫幸存者偏差，他活下来了。很多人恐怕不知道，比如说打车平台滴滴打车，2010年、2011年这个打车平台刚兴起的时候，全国恐怕有上千家打车平台，现在只剩几家，活下来的不过几家。大家还记得千团大战吧？美团刚出来的时候，那是团购，都是从美国学的，那是最混乱的时候，叫千团大战，团购公司都不止1000家，现在只剩下一个美团，那剩下3000家公司去哪儿了？都是关门了，创始人负债。所以我们要创业，一定要记住了。创业成功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不是必然，那简直就是碰运气。尤其是这种科技技术类的创业，它跟传统的那种创业还不一样。传统的创业，你只要有市场，你只抓住了市场，剩下的就简单了。你把东西搞出来，能生产出来，你就能卖得掉，剩下的就是管理，怎么把成本压低一点，跟人竞争。但是科技创业这玩意有专利，有门槛，你的技术，你的方案到底成熟不成熟，你的技术领先不领先，这有很强的偶然性，很难通过规划来实现。也就是说，你看ChatGPT 在2023年春节之前突然爆火，咱们国内的所有的科技公司纷纷宣称说我们早就开始部署了，2个月之内我们就拿出我们自己的大模型。这个360不是说 All In 这个人工智能，百度、抖音、腾讯都在搞这些大模型，华为好像也在搞，阿里。但是谁能想到一个搞量化基金的，一个在股市割韭菜的幻方，他居然脱颖而出，搞了个 DeepSeek。你说谁能想得到 DeepSeek 一出，那前面那个什么豆包什么都的那什么人工智能一下就黯然失色。这东西你说是他们能规划的吗？规划不了。你会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百度现在就感觉早知道有你这个 DeepSeek， 我还搞什么人工智能干啥呢？这钱都白烧了。所以第一个，如果你要想在这个创业，你得掂量你有没有核心技术，而且是九死一生，做好心理准备。第二个就是融资，因为这种企业它没有收益，尤其是刚开始很难有收入，纯靠烧钱。那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大问题，既然你没有收益，别人为什么给你投钱？别人为什么信你？这些机构别看他吹，这就什么 VC、PE， 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什么都懂，实际上他啥也不懂，他就是拿了别人的钱，他负责替别人理财，他要找项目，他有他的一套这个叫什么投资的规则，他有他的一套判断的方式。真正的好项目十有八九会跟他们擦肩而过，他看不上。那他们怎么控制风险呢？我告诉你所有的风投机构都一样，他要跟创始人绑牢，他要签对赌协议。说到对赌协议，咱们这个栏目的听众不陌生，多少大佬是不是都是死在对赌协议上？王老板多了去了，他对赌协议是不是沸沸扬扬，隔2年就要炒一次，隔2年就要炒一次？也就是你作为一个科技企业，你创业企业，人家不知道你这玩意行不行，也不知道你这玩意能不能赚钱。既然你吹得这么好，你说这么好，你信，你就是缺钱，对不对？你胸口拍得叭叭响，那行，我信你了，这钱算我借给你的。如果你这项目黄了，你自己想办法还我这钱。你这项目火了，那我这就是股份变成一个名股实债，变成一个要回购。你一旦达不到这个指标，你得拿钱出来把这股份买回去，你还算上利息。那这种对赌的条件是什么呢？有的是以上市以 IPO 为条件，有的是以你的数字，你比如1年之后你的估值，比如达到1年以后你的估值要涨10倍或者涨5倍，2年以后你的用户数到多少，你的估值涨到多少，你要到不了你就把你的股份或者把钱要给我，一种对赌协议，对创始人进行制约。不是说哪一个机构哪一个风投这么干，是所有的都会这么干。因为你想，如果你是机构，你是风投，你拿着钱你能乱给吗？你对这又不懂，创始人哪个创业者都是吹得天花乱坠的，所以你肯定会要求他。既然你说的这么好，那你自己为什么不投？创业人说我没钱呢，才找到你啊。那风投就说我借钱给你，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所以随着现在各个地方政府在加力在加码在推人工智能，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创业一定非常多。同时我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是不是有成功的，成功不可知，但是失败是一定的，一地鸡毛。到时候3年以后我们会看到很多北大清华什么研究生博士变成老赖，投资人天天追着他要他回购，就像那个机构要求罗永浩回购，对吧？你得给钱。就像那个融创现在追着万达王老板，你要回购，不回购我就告你，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我不知道这里面会跑出什么黑马什么独角兽，这咱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大量的人破产变成老赖，而这些老赖恐怕很多都是清北毕业，因为你不是清北毕业你干不了这事，你没这光环你也融不到资啊。这个周建就是交大也是一身的光环，这回成老赖了，这样下去肯定是老赖。第三个，对创业的人来说命非常重要，就是运气这东西不是你能掌握的。谁能想到2023年2024年这个 IPO 会暂停呢？ IPO 一暂停，一级市场就熄火。在我们的印象里认为熄火就熄火，怕什么？但是兄弟们，很多创业公司你只要后面的资金不进来，它马上就爆雷，资金链就断了，就开始欠薪欠热保，员工
工就开始维权了，因为这些创业公司就等着后续的资金进来，盼着米下锅，等米下锅。你这二级市场一歇菜，一级市场人家就一收紧，一级市场一收紧，这些融资少的企业立马倒一片，就这么残酷。这就是我亲身的例子啊！我以前搞个创业项目，我在直播的时候说过，我融资的时候，人家已经答应3000万，但是当时我不太愿意，一个他要的股份多，他要控股；第二个，我对他的资金来源有疑虑；第三个，我对他的可能要搞的对赌协议，我是比较警惕的，所以当时就没有谈拢。结果后面就遇到股灾，大家记得吧？熔断，应该是2014年还是15年？15年熔断了，整个市场二级市场熄火，直接导致一级市场也是趴窝啊。等到熔断之后，我再去找人家的时候，这一级市场就是 VC 这些机构根本就不投了，你知道吧？因为他们自己的面临着兑付的问题，投了很多项目出不来，大量的钱到期了，没办法兑付。前面的投资人投的钱到现在还没办法，只好发新的基金去换老的基金。这就是二级市场股灾导致的。一级市场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我来说，我没有签什么对赌协议，不行了我就收摊。所以这个都是对创业的人来说的，要小心这个风口。我们经常会被蒙蔽，就会被这个假象所迷惑了双眼，总看到光鲜的一面，看到那些成功的人，你看不到那失败的多惨。失败的是大多数，我们总希望我们成为少数能成功的，所以这个要警惕小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对就业的人来说，我知道现在找工作难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一看这种创业公司马上就去了，毕竟人家给工资，有的公司包装的还不错，高大上。但是只要你要进这种创业公司，你自己还是要多做一些准备。你去到底干什么？创业公司2-3年、3-4年肯定黄，能成功的少，一黄一定是一地鸡毛，后面很多破事，比如欠薪、欠社保，既耗你的精力，对吧？又耗你的时间。所以你要去这种创业公司，你先把自己的态度摆正，你不要一去了之后被他忽悠了，觉得未来我一定是什么千万富翁，我有股份，我有怎么样，有期权。你醒醒，这种公司少，大部分公司都会像蓝马科技一样，最后欠薪、欠社保解决不了。大家还记得那个什么新能源汽车、百度跟那个吉利合资的叫什么吉悦，叫什么？不就是欠薪、欠社保吗？好在人家大股东百度跟吉利，人家把员工的问题他承诺解决，否则这个员工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你说蓝马科技的员工问题怎么解决呢？解决不了，没钱，你顶多就是破产。破产，他这个企业没有什么资产，员工的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所以，但你要遇到这种尤其是 AI 创业企业，因为现在火，估计到处都在招人，而且有的企业刚开始招人给的工资很高，他要挖人，但是这种企业资金链特别容易断，所以你还是要小心，保持一个警惕之心，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忘乎所以，不要以为一到去上班就想着以后马上就是2年以后上市就是千万富翁，你还是做好1年他就倒闭的准备吧，不要等到他真倒闭了，搞得难看，互相揭底。也就是咱们说的，你要骑驴找马，你在这个公司干1年，这公司以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老板吹的画的饼，吹的牛，到底能不能实现，你大概有个判断。如果你连这个都判断不了，那确实工作也不好找。如果你能判断出来，这个估计够呛，那你就做好找下份工作的准备，叫骑驴找马，不要到时候措手不及。作为员工赌对的比较少，因为你看能够上市的公司毕竟有数，即便上市了，你能套现的也不多，那都是佼佼者。所以无论是创业的人还是找工作的牛马，对这种新的项目、新的公司、人工智能的，还是要警惕，不要被这个宣传，不要被现在这个气氛冲昏了头脑。风口上的猪如何避免被摔死？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不要飞起来。如果你不小心站上这个风口飞起来了，那你摔下来是迟早的事，风一停就摔下来了。我们现在刮的是人工智能的风，大家也想象，这前2年刮的是元宇宙的风，元宇宙还刮吗？不刮了吧？所以站在元宇宙风口上的猪恐怕都得摔死。那你今年站在这个人工智能风口上的猪呢？明年又要刮什么风呢？谁知道啊？咱们还刮过芯片风。但是最后我要说一下，不是说你不能去这样企业上班，你要心里要清楚，不要去了之后被这个企业宣传包装的光环所迷惑，这个是用来骗投资人的，这个是用来忽悠市场的，结果把员工给忽悠了，市场投资人没相信，员工相信了，你说这也是悲哀，员工入戏了。我想大家经常看都是创业的人一地鸡毛，最后走上破产之路，后面再无法翻身，有的甚至就一辈子给他的什么投资机构打工，这是大有人在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